摕到2届奥运金牌李勇来做这运动部长，体育界人士是拢真期待。不过，是有专家认为讲，这体育部整体人数和安排拢无达到晚会效果，这组织也拢无改变。因也讲，因会继续监督。行政院导英台带新任阁员出来，上互大家注意的新任运动部长李勇，因为无伫台湾，并无出现。不过前一天，伊已经伫面册专业答问，这是新的旅程，初心无变，提出6大重点。前鲁纳国手退役了后，捌担任体委会副主委的钱伟官，伊讲，大部分体育人拢会肯定，家己对全面体育的落实有期待。下面的底层的母数是很广的，你很自然，你走到竞技体育的那个精英制的时候，那个当然选择性就会变多啊。李勇答问强调，家己袂一个人拼，会相信专业甲团队治理。伊的助手2个正处分别是现任体育署长陈世忠、文化中心执行长黄启宏，常务处长是现任体育署副署长洪志聪。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之下，由李阳部长来带领我们3位次长以及全民署的署长，把它打造健康台湾以及健康国民这样的一个愿景。陈世忠讲，绝对的尽全力未变地下部长。不过，台湾骹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明锦伊讲，除了部长，运动部整体人数无得到晚会的效果，而且组织分工新增加的适应运动师，其他的单位甲原来体育署拢同款，长期累积的思想，敢有遐好改变？他有没有一个新的想象？例如说，你是不是要推动台湾的俱乐部的运动文化，或者是把像适应体育或者是高龄运动这些东西，把它纳入到一个全新的组织里面。他们做事情当然很容易上手，没有问题。有时候没有办法，很快的去转换说好，现在运动部是一个要革新的单位啊，那守成跟革新大家都知道，那又是2回事。赵明锦讲，对李勇担任部长无疑虑，也期待有新的改革动力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运动部只是体育署加一个，伊甲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碧君共同声明，袂使无顾良心地讲，运动部成立了后，咱台湾的运动未来就会真好。其实未来挑战早当要开始，未停止监督甲批评。记者采访报道。